刚得，不要随波逐流，要效法基督。请曾牧师，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是你的囝儿，就亲像伫工作休困的假日，阮来到伫爸爸妈妈的厝内，阮有一个回家的幸福。阮要追求甲阮的至圣的天顶的上帝，阮的阿爸，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互阮伫你的圣殿内来领受你的慈爱，也因为你智慧的话，阮的人生就得到帮助。阮将阮的心门向你拍开，求你对阮讲话，祈祷我跪下所有圣尊名求，阿门。我要甲恁分享一个，伫我最近我生活中间真要紧的一个人。大概将近5年前，我开始去注意到这个人。这个人的名叫做斯托德 （John Stott）， 伊是一个伫英国伦敦牧会的牧师。伫我感觉心中有软弱、摇动，伫牧会的野神的中间，上帝赏赐伊做我的牧师。咱每一个基督徒拢需要牧师，真实代表上帝陪伴咱伫人生的中间。咱每一个人拢需要有咱生命中间的牧师。上帝，我伫无意中听伊的伫 YouTube 顶悬的讲道，后来上帝互我吸引我就去注意这个人。这个人一生只有无一间教会，伊伫伦敦的一间叫做万圣教会，伫迄个所在一世人牧养迄间教会。伊的故事真特别，伊互我看见讲，伊感觉伫教会外面伦敦的街头有一寡流浪的人。咱叫做街头游民，伊感觉心毋甘，所以伊嘛捌就伫周间的中间将牧师服脱起来，然后伊就行去伫街路中间，甲遐人讲话，甲遐人做生活，甚至伫暗时就倒伫街头，甲这街头游民同款，困伫迄个街头的中间。检查你捌看见一块 YouTube 内底的影片，你讲起一个牧师受邀请。去一间真好的教会来牧养迄间教会，大家伫听候牧师来赴任的中间，大家做伙组织伫咧礼拜。这个牧师却足奇怪，伊穿一个足普通、足简单的衫，然后徛伫门外，无人甲伊招呼，但是伊就家己自动慢慢就安尼闪入去，伫礼拜堂坐咧做礼拜。大家一直咧听候这个受人尊敬，因的牧师伫礼拜中来负任来讲话，但是牧师事实上已经伫因的中间，只不过因的会友，因看中遐尊贵的人、有体面的人，因无受到，因的牧师用安尼来提示因，真正的教会是什么种的教会。我今日要甲恁分享，这个牧师伊伫最后年老所写，伊有2本册，一本册是对牧师咧讲的，就是安怎牧会；佮另外一本册是写予基督徒，就是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的。伊讲今仔日真侪基督徒有信心，但是忽略了咱受主耶稣的邀请，叫做一个基督徒，咱应该有的态度。伫这本册内底讲8个态度，有4个态度是咱甲耶稣的关系，佮有4个态度，伊是讲咱甲这个世间的关系。今仔日牧师甲恁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伊伫这个内底第1章，伊讲毋通随波逐流，这台语足歹讲对无？随波逐流，我刚才安直接安尼讲，恁可能听到客气，伊的意思就是毋通世俗化。都要伫上帝的真道顶悬，无偏左，无偏右。圣经有真侪当做金句的，包括今仔日的金句雅各书，伊讲：恁若世俗化，甲世俗做朋友，就是甲上帝对立。申命记内底咧讲句遵守上帝的话，不偏左，不偏右。意思就是上帝的话，就是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是真道。
所以基督徒读圣经上重要的目的，就是照圣经来生活。所以这个牧师伊咧讲起一个基督徒受邀请，伊讲蒙召做基督徒，容易被忽略的这个世代中间的8项真要紧的特质。你若愿意，你会当读这本册。你若还未买之前，你想要影一个，才决定要买唔买。牧师会当照恁。这本册是真好读的册，但是伊足深入浅出，因为伊每一个伊咧讲起受忽略的观念的时，伊拢真清楚、彻底上分析人的心理、社会的状境。所以分析讲，伫今仔这个世代，人类面对教会面对死的危机，多元化、物质主义、相对论、自恋主义。但是我有小可说明，你是不是你会当读了，你会当感觉讲是今仔日这个多元的世代、多元的主张，相对人所讲的真多的想法甲主张，拢是相对的。换一句话就是无绝对，所以连上帝嘛无绝对，连圣经嘛无绝对，所以慢慢圣经变作参考的，敢是安尼？兄弟姊妹，咱活在上帝面前，咱既然决定要做一个基督徒，那安尼这个互咱尊敬的这个上帝，伊若不是绝对的，为什么咱要死心塌地拼命来跟随伊？也用咱的一生无条件来依靠伊。所以这个牧师伊讲起，今仔基督徒有一个危机，就是读圣经嘛是一个选择性，伊的生活嘛是一个选择性。伊的态度、伊的服侍伫教会的生活嘛是选择性。伊选择这个聚会对有帮助，伊来；伊选择这个聚会无帮助，伊就无来。伊选择这个工作较好做，伊就来做；伊感觉迄个工作较重担，爱然啊，点点默默的消失。这本书讲了真好，伊讲如果一个人若真正信耶稣，将伊一生尊耶稣做伊一生的主人，那安尼伊就无选择性，因为信耶稣，伊愿意，无论怎样，互耶稣掌管。这敢毋是咱古长，咱伫咱的教会内底，咱的主张讲，这间教会是上帝掌管的教会嘛？这互圣心问你一句话：你敢愿意死心塌地，甲上帝讲？赐我的生命，你来决定。兄弟姊妹，愿上帝伫今仔日帮助咱，搁进一步，咱搁成长。每一摆咱亲近上帝，每一摆咱读圣经，每一摆咱听讲道。兄弟姊妹，都互迄个感动摇动你的心，毋是坐伫椅仔顶，是正做一个彻底的基督徒。这个牧师这本册的册名等一下甲讲，恁会记得牧师常常甲恁分享这句话吗？牧师毋是无讲道片通讲啊，但是牧师常常恁听过的话，牧师会搁再讲，遐个话是我感觉非常重要的话，我会再搁定摕出来搁甲恁讲。兄弟姊妹，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有选择的权利，就亲像。你伫所有宗教的中间，你咧选择一种的宗教做你的宗教。兄弟姊妹，咱有选择的权利，但是如果一个上好的祝福放伫你的面前，你若无愿意领受，这种的祝福是一种的理论。所以牧师要跟分享这个心声辛普森牧师，伊讲今仔基督徒最大的危机。就是选择甲这个世间徛做伙，甲上帝对立。愿天父上帝圣心帮助咱。自古2000年前，圣经安尼讲：定检毋知，定甲世俗斗阵，就是甲上帝对立。愿咱伫每一摆礼拜，咱划清界限，设定界限。咱伫上帝面前讲：上帝，我要做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督徒，
主求你帮助我，互我因为主你的话，我的生命就有光。就亲像顶礼拜的讲道，咱领受礼拜中间咱领受旧约圣经的话，创世纪第1章第3节，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也这咱甲上帝讨讲，上帝，我的心若光，世间就光；我的心若暗，世间安怎光？我永远感觉真黑暗。求天父上帝将这个真光放伫咱的内底。今仔这个圣经有一句话，伊出现伫马太、马可、路加3个所在拢出现。耶稣对伊身边的人讲：“你为什么出一支嘴，啊叫我亲好好，叫我主啊主啊？啊！但是你安尼嘴讲甲足亲密的，但是你的生活并无照我所讲的话去行。”伫马太福音讲：“为什么你称我做主啊主啊？”嘴讲甲足亲密的人，无拄拢总会通去天堂。这是耶稣伫马太福音所讲，但一句话无共款的讲法。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真正会当伫今仔日的礼拜做两个祈祷。第一，求天父上帝，互咱真做一个彻底、真实的基督徒。这本册的册名叫做《The Radical Disciple》，意思就是讲一个足激进的基督徒。那照英语的名是圣经中间新约耶稣有责备一种的人，叫做奋锐党。法利赛人也好，经学士也好，有一个当恁无有当时可能无注意到哦，有一种伫犹太人中间非常迄种激烈的、激进的这种的犹太教的信徒，包括保罗，包括当时的彼得，因讲因是一个奋锐党。奋锐党就是要用因的信仰甲罗马这个帝国扯拼。那游击队的，这本册册名，伊直接翻，有当时咱袂通了解。伊讲一个激进的基督徒，激进的门徒。介简单来讲，这个作家伊最主要来讲的是一个彻底上不妥协、不随波逐流的基督徒。愿主怜悯咱，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重新去思考。我安怎咧起造我生命的思想甲观念？所以牧师引用伫新约，伊咧耶稣咧学了一个人，伊耶稣责备遐个人讲叫我主啊主啊的人，迄个责备的故事了后，伫故事的落尾，耶稣佮讲一个故事。伊讲聪明的人起厝啊，伊下地基伫石盘顶；愚昧的人起厝，伊下地基伫安那头刚减了。容易做就好啊，因为伫石盘要起地基是足困难的，对吧？啊，伫沙地要起地基安那较简单，飞的地基起咧，同一个医院会当起一间厝，但是最大的差别就是当咱的人生若拄着危机、拄着冲击、拄着危险的时，你的生命、你的思想就显出来无共款。这就是耶稣伫今仔日咱所读这段新约，伊所讲的话，伊的意思。John Stott 这斯托德这个牧师，伊写这本册最大的目的是要邀请所有的基督徒选择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兄弟姊妹，愿咱的教会就是这种的教会。只有健康的家庭，才会当有健康的教会。恁会记得牧师伫3月有一篇讲道有无？讲迄个家庭的规正，然后才有教会的规正。意思是家庭的健康，教会才会健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伫这间教会的真正信仰的关系，毋是建立伫牧师。牧师若有来探访，我就去做礼拜；牧师若无来探访，我就无去做礼拜。歹势，遐这我毋是咧甲恁责备啊！歹势，你毋通哦。我感觉牧师探访是本分，嘛是真重要，迄毋是人际关系。因为每一个伫上帝的、伫伊的生活中间拄着困难的上帝的囝子，
拢是上帝爱教会陪伴伊。所以兄弟姊妹，这是牧师的本分，你唔免感觉牧师咧提示，唔是。但是牧师有一个心意，就是唔茫邀请恁知影一项，咱的信仰爱建立伫咱甲耶稣的关系。所以无论咱去到什么所在，咱有愿用耶稣的教会做咱的教会。无论咱人生拄着心中的境遇，咱拢袂因为牧师的退休，因为牧师的离开，咱就失去咱愿意伫教会中间陪侍物嘅这种的使命。主帮助咱，互咱的教会是一间真正会通认捌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伫这个中间，我要提醒咱，耶稣讲伫伊的福音书内底，马太、马可、路加拢有讲到。他多咱所读到是路加，请卖牧师带恁读马太福音第7章21节。伊讲：既然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无拄拄拢会通进入天国。什么种的人才会当进入天国？就是尊叹天父上帝的话，照上帝的旨意去生活的人。所以意思毋是你做什么种有偌大的成就，上帝就为你拍开天堂的门，毋是。是你是什么种的生命，你是什么种的态度，上帝接纳你做伊的儿子。这就是圣经内底所讲的因信称义。约翰福音第8章31节，耶稣讲：恁若尊叹我的话，遵守我的话，就是真正我的学生。兄弟姊妹，真正的基督徒是听个做。虽然常常讲信仰生活，生活信仰，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当咱听上帝的话，就是明白真理。真理就要互咱的生命得到幸福，得到自由，得到讨棒，得到上帝的充满。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带，互咱伫伊的灵面的中间。司徒得这个牧师是一个90几岁才离开世间，伊的一生无结婚，单独一个人到年老，是一个真有智慧。伊对1970年代就真做全世界最出名的一个神学家，有真大的影响力。上帝互我认捌伊的册，互伊真做我的牧师，互伊陪伴我伫真侪信仰甲无悔反省的中间，感觉无孤单。我嘛要邀请遐弟姊妹，上帝的圣子耶稣基督要互咱无孤单。伊讲起今仔这个基督徒有4种的危机，因为咱生活伫这个时代有几种的哲学的论点，一种叫做多元主义，一种叫做物质主义，一种叫做相对主义，一种叫做自恋主义。多元主义我毋免做解说，我相信恁拢知影，今仔这个时代，多元变做一个足要紧的价值，对无？是。就像你彩虹，上帝所创造的光，毋是单一一种的光波，有红橙黄绿蓝靛紫。所以上帝创造的人本底都有多元的，但是多元的主义无代表上帝创造的多元迄种完美，因为多元的主义相对会带来另外一种叫做相对主义。意思就是在多元当中各有优点。没有绝对的，没有完整的，不是安尼。上帝的创造是多元，但是又完整。只不过认识人咧运用这个多元主义的时，有当时会有偏颇。第二，物质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对人就是文明。一个社会对农业社会变工业社会，后来对于工业社会变做一个开发的国家。这种的国家上要紧的指标就是伊的经济、伊的文明。真侪人用这个物质做享乐主义享受，这不是歹。
因为幸福本身就是人伫人生中间所追求一个真要紧的动力，对吧？人若无互幸福吸引，伊就无足大的热情，想要去付代价，去争取应该得的有价值的物件。但是耶稣讲无讲，人活毋是干那活靠拼吗？物质主义真重要，文明嘛真重要，经济嘛真重要。但是人的生命比这个更加重要，也这恁同意吗？所以真侪理论咱听的时，如果咱也无充足的上帝的话，有时咱真容易就受到吸引，然后一头栽落去，咱就无有真正的主张。所以上帝为做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伊真要紧就是互人有判断的能力，有做决定的能力。我阁讲一摆，有判断的能力，这伫箴言叫做聪明 （insight）、洞察力。做决定的能力，伫箴言中间叫做智慧 （wisdom）。伫一个真复杂的情境，伫一个困难的一个情境的内底，人敢有能力将足复杂的问题讲甲足简单？真困难。讲道者、牧师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怎样将一个足困难的想法，用足简单的话，甲咱的兄弟姊妹做分享。兄弟姊妹，这就是智慧甲聪明的重要。相对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极大的思想的核心。后现代主义有一个最要紧的特质，就是没有约定俗成的事情，意思就是无迄个绝对的人。过去的传统、过去的道德、过去的文化，所有的物件拢无绝对。但是兄弟姊妹，信仰中间所讲的唯一的真神、绝对的主张，独独只有上帝的话永远袂改变。咱采取什么种的态度来面对咱家己的信仰？阁有对1960年代开始，伫美国、伫欧洲有一种的社会潮流，就是叫做激发潜能。所以伫迄个时代的年代，人拢追求超人。所以超人其实毋是其来有志，毋是不明不白的。美国人会去拍迄种的钢铁人啊、超人，其实拢有某一种的象征性，对理想、对迄个人做未来的代志中间有某一种的，那就恋父情节、恋母情节迄种，激发潜能，互人类足大的进步。不要说不可能，有无？咱常常跟咱的囡仔讲，不要说不可能，因为唔通互伊不可能主动力向前行。慢慢伊发展成做一种的自恋主义，对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一种社会运动、思想的运动。无说真简单，甲你解说这个，你若感觉这个对你有帮助，你当读这本册的第一章，无甲10页就简单的。但是这个牧师，伊有上帝的智慧帮助伊看到欧洲甲美国现代所拄着信仰的挑战。兄弟姊妹，今仔日的欧洲就是明仔载的台湾教会。欧洲的教会，起码拢变做一种观光，也是一个传统的古迹，人愈来愈少。这是一个真大遗憾。愿天父上帝赏赐予欧洲、美国足侪好的思想，对人类的祝福。亚洲的人、台湾的人，咱领受伊的祝福。换一句话，牧师要肯定这4项的思想，对人类实在是有帮助、甲有祝福。但是，愿咱领受祝福，却无迷失伫这个相对的情境的中间所带来的危机。
求天父上帝，互咱达到真正的境界头，咱享受因所带来的祝福，但是咱嘛相对反省因所拄到的危机甲挑战。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成做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所以，这个作者伊讲到，伫这本册中间讲到8个挑战。第一，做一个基督徒要怎样不随波逐流？做一个基督徒要怎样不同流合污？做一个基督徒要怎样无世俗化？做一个基督徒有一个使命，其实伊讲护理万物，意思就是要照顾你所有上帝创造的生态。伊个讲，基督徒应该爱追求简朴的生活，因为奢华伫物质上无上纲的浪费、奢华、讨债、偏碰，甲人讲我有偌济才调，一顿饭我会当食偌济钱。伊讲基督徒毋是安尼。真正基督徒就算做上帝予伊足大的成就，伊并无误用这个物质过迄种讨债的生活，等等等等。伊讲基督徒另外一个态度，就是伊甲耶稣的关系，伊会愈来愈亲像耶稣，甚至伊嘛甲耶稣同款，死得像耶稣基督。那这顶敢知这句话的意思？死得像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讲，拿你的十字架来跟对我。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是一个开始。当这个世界用相对的主张、相对论，所以圣经无搁再是圣经，所以绝对的上帝嘛无搁再是绝对的上帝。求天父上帝帮助，互咱无做一个随波逐流的基督徒。这是圣贤的邀请，这是 John Stott。斯托德牧师伊的提醒，愿在座所有教会大汉的囡仔，在流行的风潮的中间，不要盲目的跟随偶像。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可以去欣赏迄个偶像所带来的某一种魅力，不要紧，但是不要把它当作你生命当中绝对的跟随者。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申命记第28章13节讲：恁若听上帝的话，遵守伊的诫命，不偏左不偏右。这就是今仔日不随波逐流真要紧的意思。不随波逐流的意思就是中道。古早人咧讲的中道，中国的中，道路的路的道。咱人生中间，咱的生命中间，需要有一条道路。是直到一生的路尾拢无外错。主帮助咱，这条道路就是伊所想事。不随波逐流，个另外一节的圣经，就是保罗所讲记载伫罗马书第1章第12章第1节第2节。伊讲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随波逐流的意思就是无伫受这个世间的影响。无伫世俗化，独不断更新，不断更新你的思想甲你的态度。当你明白上帝的旨意，你才有法度行伫这条正确的道路。求圣神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会当明白上帝的旨意。今仔礼拜第2个牧师邀请恁的功课、甲祈祷、甲上帝讨，我要好好起做。我的生命内底、心内这间礼拜堂，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伫咱的生命的品格，你的生命的品格，就是你要敬拜上帝的礼拜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这段经文，你受耶稣的祝福。耶稣讲，聪明的人，甲伊的生命，甲伊的厝，甲伊的生命的厝起伫石盘顶。耶稣嘛甲彼得讲。你是石盘，伫你的顶悬，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恁会记迄句话无？耶稣甲彼得讲：你是石盘，我要伫你的顶悬起做第一代的初代的教会。
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交予你，你所开的门无人能关，你所关的门无人能开。兄弟姊妹，咱嘛是亲像彼得，耶稣讲：我要伫你的生命顶悬起造我的教会，就是真理、活命甲道路。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咱今仔所读的这个起造聪明的起造者，伊的头前讲迄章马太福音第7章21节，耶稣讲：既若称我主啊主啊的人，无拢会通进入天国。独独只有遵守我的话，天父上帝旨意的人，才会通入天国。伊的意思就是，咱是心中的人，比咱做心中的代志更较重要。咱是什种的基督徒，比咱替上帝做心中的工作。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了，伊边仔的人就辩驳，就解说，伊甲耶稣讲：我敢无奉你的名医病赶鬼吗？耶稣的意思就是，你心中的态度比你做心中的代志更加重要。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咱无做一个出一支嘴的基督徒，咱嘛无空空领受上帝所予咱的恩赐甲财政，因为这群人。以某一个程度是相对主义者，伊毋是真正军队上帝的道路，所以甲耶稣反驳，伊讲：主啊，我敢无奉你的名传福音嘛？我敢无奉你的名赶鬼嘛？我敢无用你所想述这个你的名的权柄加新加技术嘛？要进入天堂，毋是用这的能力，是用咱的态度。所以兄弟姊妹，咱搁倒来到底斯托德牧师伊所讲的这句话：如果咱若真正尊耶稣基督最大，咱的选择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求天父上帝帮咱怜悯，咱无互耶稣来帮咱。伊讲实在讲，我毋捌你啊，求主怜悯帮助咱。咱做基督徒一世人，万一若有一日咱到天顶去见上帝的时，耶稣讲：你是甚么人？我毋捌你。咱敢袂真有准吗？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咱做一个聪明的人，咱求圣神帮助咱，用上帝的话，就亲像铁枝；上帝的话，就亲像咱起的厝的条啊。来用好的条啊，用好的材料，用好的思想，用好的态度，用上帝的话，在咱的人生中间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是耶稣所讲，伊讲：若听到我的话，照安尼去做，这种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因为伊的生命是一个伫石盘顶悬的生命。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毋是一个愚公的人，头刚减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真侪人伫今生，伊感觉伊真聪明，因为逐个人无用试的时，伊要闪，伊要头刚减了，伊感觉伊是一个最有智慧。我毋知你会记得我甲你分享一个我的哥哥闹开的代志，杨牧师，你看要讲别人闹开的代志。但是这真重要，这是我的哥哥，伊甲我提醒。阮细汉，我的阿公若透早困醒起来，阮对房间落来，一定爱甲阿公讲：“哦，还有ございます。”阿公就会对伊迄个这个伊拖就摕一个金角啊，每一个囡仔拢公平我会记得介绍拢5角。我的哥哥就摕咧，就大家拢相共我嘛是摕咧，就出去姊姊就我的哥哥讲伊欠的欠足好用的。学校老师要求写的作业伊就摕2角，叫同学摕伊写作业，有巧无？到有一日我的哥哥回想，伊才讲我实在有够坎虽然我当时感觉做到，我摕2角，叫我的同学替我写作业。
但是过去的时间就亲像泼出去的水，袂当阁倒转来。我哥哥最大的后悔就是，当时伊无够额尽伊家己的本分，所以当伊感觉伊需要某一种的能力的时，伊感觉早若知，兄弟姊妹，这毋是闹鬼的代志。我哥哥的故事，要祝福所有在座兄弟姊妹。看咱伫主的面前，正做一个有智慧的生命的关键。耶稣的话是充满智慧甲能力，所以众人听到耶稣的话了后，因心中着惊。兄弟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今仔日的礼拜提醒咱，咱行伫正确的道路，无偏正边，无偏倒边，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用耶稣基督的思想做咱的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现代译本的翻译，伊讲用耶稣基督的思想做恁的思想。阿们。愿主耶稣所讲的话，加做咱的祝福。今仔听的人就得到智慧。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今仔日的圣经讲，恁爱伫上帝的面前学习做完全的人。申命记18章13节。甲马太福音第5章第4节、48节同款，但是字无同款。一个是最完全的人，一个是亲像恁的天父上帝完全，同一个心意。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将伊的生命的衫穿伫咱的身上。对今仔日开始，咱就代表上帝，伫地上做上帝的子子，咱同心来祈祷。主求你帮助阮做真实、你光明的子子。你将一个尊贵的身份，互阮会当做你的子子甲查某囝，这是何等的稳定！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教示阮，为着免得阮失迷，求你用你的话教示阮，佮享受圣神做阮的帮助。所以，伫你面前决志，我们要做真实的基督徒，无做一个互风吹的芦苇，摇来摇去。主求你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